3月20號就係春分啦，你又知唔知春分呢係一年之中你必須要食齋嘅一日啊？因為春分係春天嘅一半，正係養生嘅黃金期啊，非常之適合煲個齋湯嚟飲啦。成日覺得攰賴賴，仲經常捱夜，大魚大肉食多咗，油膩膩嘅嘢都係食多咗嘅時候呢度肯定有嗰啲黃色白色嘅嘢噶啦。嗱，咁你要盡快試一試呢個蘋果木瓜齋湯啦，飲起身香甜滑口，營養又健康啊！首先我哋準備一個肥嘟嘟嘅半熟木瓜，去皮一下，跟住將木瓜對半切開，1分為4，切成大細均勻嘅小塊。木瓜係一種營養豐富嘅水果嚟㗎，富含豐富嘅維生素 C、膳食纖維同埋木瓜腎素啊！屋企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唔係幾肯食飯，就可以多啲用佢嚟煲湯嚟飲啦。跟住準備一個洗乾淨嘅蘋果，然後對半切開1分為4，去除一下中間核嘅部分。木瓜同蘋果一齊嚟煲湯係個絕配嚟㗎，咁樣煲出嚟嘅湯營養翻倍，最緊要可以提升呢個口感。朋友們，看過每日都喺度分享煲湯嘅經驗同埋小技巧。如果你個手機仲有少少嘅電，可唔可以幫漢哥點個免費嘅小紅心，鼓勵同支持一下？唔該晒啦！砂煲入邊放入切好嘅蘋果、栗子、紅蘿蔔、蓮子、百合、無花果、紅棗，跟住我哋準備呢啖湯嘅靈魂配料3粒鹹橄欖，洗一洗表面嘅食用葉，然後拍爆一下，放入砂煲入邊，加入適量嘅清水，溝蓋煲佢30分鐘先。趁住煲湯嘅時間我哋嚟了解下呢個齋湯點解要放呢個福建特產鹹橄欖呢？因為春分前後就特別容易親近啦，而化解呢個親近嘅關鍵所在就係要調順我哋嘅小脾同埋小胃啦。我哋飲食方面一定要做到少酸增甘，以平為期啊！咁樣我哋就可以多食啲甘甜嘅嘢啦。呢個鹹橄欖佢係鹹甘咁嘅，用佢嚟煲湯就啱晒啦。都係用當季新鮮嘅橄欖，用食用鹽醃製而成嘅，個頭都係十分之大。特別係屋企有人成日都係煙煙咩酒酒，奇奇鉗鉗嘅，呢度黃色白色嘅嘢特別多。嗱，就可以用佢多啲嚟煲湯或者煲水嚟飲啦。每次用佢2-3粒，呢一包夠我用大半年噶啦。而家啱好有活動，非常之抵買。我將佢嘅鏈接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拍上一單。好啦，時間到，我哋將木瓜放入去，扣櫃繼續煲佢20分鐘。哇，大家睇呢個蘋果木瓜齋湯呢個顏色就非常之好睇啦！哇，滿滿嘅木瓜同埋蘋果果香味，湯香濃郁呢啖湯掂當清甜回甘，真係掂個碌蔗。嚟試一試先。呢個湯清甜回甘，嗱，一啖落去滿滿嘅呢個木瓜香氣同埋蘋果嘅鮮味，正真係非常之回甘。哇，湯香濃郁，咁樣嘅靚湯一口氣可以飲佢2碗正到痹。而家春分時間就適合多飲啲清淡嘅湯湯水水啦，呢個湯就非常之唔錯啦。關注漢哥教你日日煲靚湯。